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一件交通事件，也就是桃园龟山。今仔日呢，有一台山石车背负大撞去撞到这公车后壁。那这台公车呢是出向路边，撞到变电箱。那讲到这台山石车呢，也去遇到另外一台拖班车。这台车好造成公车乘客在内9个人轻伤，596毫失电。那台电是赶紧派人去抢修，也因为驾驶拢无食酒，这事故原因佫需要调查。今日记翕到一台601线桃园客运公车停靠准备上路去，向后壁的山石车挡车袂赴，撞到公车倒后边，公车好弄一个去冲撞路边的台电变电箱了停落来。山石车另外一边去压到内边车道，另外一台拖车。车祸是伫18早起11点半发生的，地点伫桃园市龟山区万寿路甲台东路口，到尾造成3个驾驶也甲公车顶6个乘客受伤。上下乘客突然就被一个很大力量往前冲撞，然后就撞到旁边了。那乘客有人表示不舒服，已经送医了。山石车司机敢若讲无注意到，9个受伤的拢是轻伤，分别送3间病院救治。不过公车严重受损，驾驶座边仔的车窗拢经喷甲飞出去，头前挡风玻璃嘛碎甲敢若蜘蛛网，因为车祸弄到的台电变电箱，规个飞起来，地势周边店面停电，枪点嘛失灵。满身大汗的，边箱东西都会坏掉啊。生意也没办法做。对，铁门都拉不下来了。他们那个公车撞下来之后，变电箱受损蛮严重的，所以大概刚刚台电有说，大概预估会有500户左右，会受停电影响。警方到场协助交通疏导，各通知台电甲拖吊车到场处理。初步调查，山石车甲公车驾驶拢无饮酒，肇事原因爱搁查。肇事具体原因，警方已着手调查，初步确认双方驾驶均无酒驾情形。详细的肇事原因仍待厘清。台电表示，因为供电设备受损，造成龟山区万寿路、延吉街、永和街、光丰路这块咧，拢总596户停电。台电已经派员积极抢修，让停电的用户暗时会当有电通用。记者采访报道。